飄送，粵劇或花道。濃茶咖啡留餘香飄於風中，更是美好。老伯用毛筆書寫，那福字太優美，是祝福這裏要跨出新世紀。伴我一起鬧市裏嬉戲，這小城達滿憶記。城中幾段傳奇，快將而來傾聽。伴我一起鬧市裏嬉戲，風光是無限美。遠山的景緻，深刻雋永，在心中有情，城市方顯得美。在故事路相掂，舊夢在新橋。從前父親曾同上許許多多經典永樂戲院，看昨日如川飛揚，到今日這都市有高低起跌，有滄桑的變遷。伴我一起鬧市裏嬉戲，這小城達滿憶記。城中幾段傳奇，快將而來傾聽。伴我一起鬧市裏嬉戲，風光是無限美。遠山的景緻，深刻雋永，太多的故事而角色源自你。鬧市裏嬉戲，這小城達滿憶記。城中幾段傳奇，快將而來傾聽。伴我一起鬧市裏嬉戲，風光是無限美。遠山的景緻，深刻雋永，在心中有情，城市方顯得美。太多的故事而角色源自你。華夏小靈精家國情懷繪本動畫《世界遺產》上。華夏小靈精係宣傳中華歷史、傳統文化同澳門形象嘅代表，分別坐鎮五大名山：衡山、火火、泰山、亞活、華山、小白、衡山、大滘、嵩山、亞倫，展現中華民族仁義禮智信。呢五位華夏小靈精深植澳門小朋友心中。什麼是世界遺產？你哋有冇覺得火火今日放學翻嚟之後都一直悶悶不樂啊？平時嘅總係喋喋不休，講到停唔到口啊！唔使估咯，直接問下佢咯。火火啊，發生咗咩事啊？今日上堂，老師抄問我國世界遺產嘅位置，同學仔都取笑我答錯咗啊！哎呀！既然大家放假喺屋企咁得閒，就等我帶大家一齊認識一下我國嘅世界遺產啦！好啊，我哋亦都想知道啊！大舅，你喺度整咩啊？我正喺度調整世界遺產嘅坐標定位，因為信號一直干擾緊，我喺度忙緊啊！你有問題問其他人先啦。阿倫，你知唔知乜嘢係世界遺產啊？世界遺產係人類文明史上出現嘅文物、建築群、遺址或自然景觀，具有罕見、不可再生同不可複製嘅特性。佢哋係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根據保護世界文化同埋自然遺產公約評定嘅。
咁世界遺產係點樣分類嘅呢？世界遺產分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以及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三類。終於整好啦，你哋睇。文化遺產主要係從歷史、藝術、科學或人類學嘅角度睇，具有突出嘅普遍價值嘅文物、建築群或遺址。自然遺產主要係從科學、保護或審美嘅角度睇，具有突出嘅普遍價值嘅自然面貌、天然名勝或自然區域。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呢？我知，就係同時具有文化遺產同自然遺產特徵嘅地點啊！地球上有幾多項世界遺產啊？截至2023年，全球共有1199項世界遺產，包括文化遺產933項，自然遺產227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39項。大嚿，呢個係乜嘢標誌啊？呢個係世界遺產嘅標誌啊！標誌嘅設計又有乜嘢含義呢？標誌嘅正方形表示人類嘅創造，圓形表示大自然，反映人類同大自然相互依存嘅密切關係。圓形仲有全世界同一齊保護嘅寓意，所以世界遺產嘅標誌要帶出嘅信息係：等我哋一齊保護屬於人類嘅文化同自然遺產。原來係咁，我而家對世界遺產已經非常了解啦。火火，唔好沾沾自喜，謙虛先能夠更加進步啊！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哋一齊去世界各地遊歷，接觸不同地域嘅歷史文化，開闊眼界啦！好啊！我國的世界遺產。你真係粗心大意啊！呢個係大嚿最深愛嘅中國世界遺產模型嚟噶。對唔住啊，原來長城都係世遺啊！我哋國家有好多世界遺產噶。我國係歷史悠久嘅國家，當然有好多嘅世界遺產啦。點解大嚿每次出場都咁突然嘅？係啊，截至2023年9月，我國已成功申報57項世界遺產。其中文化遺產39項，自然遺產14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4項，既係全球擁有最多世界遺產嘅國家之一，都係近年世界遺產數量增長最快嘅國家之一。我國第一批世界遺產有邊啲啊？我國第一批世界遺產共有6項，都係喺1987年獲成功列入名錄嘅，分別係泰山、長城、明清故宮、北京故宮部分、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同埋周口店北京人遺址。泰山更加係全球第一個獲列為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嘅項目嚟噶。原來阿活都對我國嘅世界遺產咁了解，火火，你要好好向阿活學習啦。知道啦。泰山。哇！泰山高聳入雲，真係好壯觀啊！泰山有天下第一山、五岳獨尊等嘅美譽，登上泰山主峰玉皇頂，華北平原盡收眼底。難怪孔子登泰山會有天地都變細嘅感嘆啊！泰山位於山東省，係黃河流域古代文化嘅發源地之一。呢度風景壯麗，為歷代帝王所推崇，都吸引咗唔少嘅文人雅士前來遊歷，留低咗大量嘅詩歌同題詞。而家泰山山上仲有超過2200處碑刻啊！泰山都有好多古遺址、建築群同大量古樹名木，處處反映中華民族天人合一嘅理想境界，不愧為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啊！咦，嗰邊山上連綿不斷嘅城牆係唔係萬里長城啊？火火對眼好犀利喎，嗰座係齊長城遺址，屬於我國嘅另一個世界遺產長城嘅一部分。我哋快啲去睇下啦！長城。
我哋嚟到長城啦！睇到長城喺崇山峻嶺入邊延綿不絕，果然係不到長城非好漢吓。自春秋戰國時代開始，一直到清代，長城喺呢2000幾年入邊都喺度不斷長大。佢係我國以至世界上修建時間最長、工程最浩大嘅軍事防禦工程。如果將各個時代修築嘅長城加起嚟，總長度超過咗5萬公里。而家睇到嘅長城主要係喺明朝修築嘅，由遼寧虎山開始向西伸延到嘉峪關，全長超過8800公里。長城依照因地制宜嘅原則，根據地形條件同埋防禦功能嘅需要而修建㗎。凡喺平原或要隘之處呢，就修建得十分高大堅固；喺高山險要之處呢，則較為低矮狹窄啊，以節省人力同埋費用。甚至一啲最陡峻嘅地方啊，採取人為加工，將天然險要形成山險牆同埋劈山牆嘅辦法。建築材料方面則就地取材，以土、石、磚為最主要嘅材質。喺中國西北方或黃土地區多使用夯土建造，喺沙漠中仲利用蘆葦、紅柳等植物同沙土分層疊壓建築，都非常堅固。所以古代雖然冇鋼筋、水泥，長城都仍然屹立不倒。除咗長城，另一座世界遺產明朝建造嘅紫禁城都係相當穩固㗎。明清故宮之北京故宮。北京故宮位於北京中軸線嘅中心，係明清兩代24位皇帝嘅宮殿。佢係古代漢族宮廷建築嘅精華，都係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嘅木質結構古建築群之一。北京故宮嘅建築分為外朝同內廷兩部分。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同保和殿為中心，係舉行國家大典嘅場所；而內廷嘅中心係乾清宮、交泰殿同坤寧宮，係皇帝同皇后起居嘅地方。北京故宮亦係故宮博物院嘅所在地，收藏咗超過180萬件藏品。故宮博物院藏品豐富，讓人目不暇給，眼界大開啊！澳門藝術博物館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周年紀念，每年向北京故宮博物院相借藏品作專題展出。莫高窟。坐落喺甘肅省敦煌市郊嘅莫高窟，氣勢真係宏偉啊！莫高窟係古代佛教僧人為咗修道，喺岩壁上面作洞形成嘅佛教石窟群。從北魏到元朝，莫高窟嘅建設前後經歷接近1000年啊！莫高窟目前保存住洞窟735眼，其中嘅492個洞窟呢，有彩塑3000幾尊，係世界上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嘅佛教藝術遺址。仲有莫高窟嘅壁畫總面積達4.5萬平方米，唔單止描繪咗我國西部地區1000幾年嘅社會發展，仲有好多糅合中國、印度、中亞同西亞等各民族文化嘅藝術創作。呢啲都係前所未有噶。仲有冇啊？中國擁有唔少世界遺產，要唔要繼續睇啊？要啊！我哋快啲去啊！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秦始皇陵位於陝西西安東郊，仿照秦代都城咸陽嘅格局興建，既係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皇帝嘅陵墓，都係目前已知規模最大嘅一座中國帝王陵園。陵區嘅面積好大，有56.25平方公里。哇，咁即係差唔多係2個澳門特區嘅陸地面積咯。喺秦始皇陵嘅東邊嘅陵區就係兵馬俑坑啦。目前已經發現嘅兵馬俑坑有3座，呈品字形排列，一共埋藏兵馬俑7000幾件，戰車100幾輛，以及數十萬件兵器。兵馬俑全部仿照真人真馬製作，造型唔單止栩栩如生，而且從武士嘅服飾、甲胄、體態同埋排列位置，就可以分辨出佢哋嘅唔同身份啦。好壯觀啊！我哋啱睇完秦代嘅遺跡，
不如去睇下更早嘅古人類遺址啊！我哋快啲去啊！周口店北京人遺址。喺北京市郊嘅周口店有目前世界上其中一個保存最完整嘅古人類遺址啊！1929年，我國古人類學家裴文中先生喺呢度發掘出50萬年前嘅猿人頭蓋骨，就係我哋今日所叫嘅北京猿人。佢哋見證住人類演化嘅過程噶。周口店遺址係70萬至20萬年前嘅北京人，20萬年前嘅早期智人同3萬年前左右嘅山頂洞人生活嘅地方，證實咗北京地區早喺史前時代就已經有古人類喺度長期活動。考古學者們啊，喺呢度已經發掘咗大量嘅古人類、古文化同埋古脊椎生物化石，仲發現大量石製工具同埋用火嘅遺跡啊！嗰度仲有一座博物館啊，好值得我哋去參觀噶。博物館藏有大量珍貴嘅文化遺物、動物化石、石器，以圖文並茂嘅展示形式，向觀眾詮釋咗周口店遺址嘅歷史價值同文化內涵。通過大量嘅珍貴嘅發掘歷史圖片，展示上個世紀開始以嚟，由國內外嘅眾多科學家參與發掘與研究，介紹北京猿人嘅體質特徵以及喺人類發展史上嘅地位。呢度復原咗北京猿人生活時期嘅場景，展示咗距今30到70萬年前周口店地區嘅自然環境同北京人用火、打製石器、採集、狩獵等生產生活活動。周口店遺址發現早期智人同埋晚期智人嘅化石地點，並以場景再現咗山頂洞人嘅生產生活方式。互動項目有古生物化石知識查詢系統。展廳陳列住中國同世界各地發現嘅各個時期嘅古人類化石、舊石器，以及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嘅繪畫、雕刻等藝術品。啱啱參觀完我國嘅第一批6個遺產地，每個都各具特色。咁我哋生活嘅澳門又有冇作為世界遺產嘅特質啊？我哋一齊返去啦！澳門歷史城區。其實我哋居住嘅澳門都有世界遺產噶。我知，係澳門歷史城區。澳門歷史城區係以澳門半島嘅舊城區為核心，由22座歷史建築同8個前地組成嘅歷史街區。佢係喺2005年獲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係我國第31處世界遺產。作為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唔單止屬於祖國同澳門，更屬於全人類。點解澳門歷史城區可以成為世界遺產呢？首先，呢度有我國現存最古老嘅西式建築，喺設計同埋建築技術上面又結合咗中國同埋東方嘅特色。其次呢度亦係西方宗教信仰向中國傳播嘅基地，同樣係華夏民間信俗向西方傳播嘅出發地啊！例如，無論係澳門嘅西式教堂，定還是係中式廟宇，都有使用上釉瓦片。而澳門更加係將上釉瓦片嘅製作技術傳到咗葡萄牙添。天主教會喺1576年成立咗澳門教區之後，400幾年嚟成為天主教傳教士喺中國以至遠東地區嘅傳教基地啊。而媽閣廟亦成為咗中國第一次向歐洲傳播媽祖信俗嘅地方添。仲有呢度既有中華文化，亦都有西方文化。兩種文化共存互用，喺我哋國家嘅歷史城市入邊遙具特色。喺澳門，華人嘅三街會館同葡人嘅仁慈堂就喺附近，咁就形成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城市佈局，喺中國內地好少見噶。無論過去定還是現在，澳門歷史城區與我們嘅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密不可分。大家仍然喺呢度嘅中式廟宇慶祝媽祖誕、哪吒誕、土地誕等，喺西式教堂舉行苦難線耶穌巡遊、花地瑪聖母巡遊、耶穌聖體巡遊等禮儀活動。呢啲傳統得到好好嘅保存，彼此和諧共處，互相尊重，值得世人學習。
澳門歷史城區突出嘅普遍價值，主要在於喺400幾年中西文化交流嘅歷史中，澳門嘅中國居民同以葡萄牙人為主嘅西方人長期合力營造多元嘅生活社區，展現中西建築藝術特色同埋彼此對不同文化、宗教信仰同埋生活習慣嘅尊重。由此產生嘅溫情、淳樸、包容嘅社區氣息，係澳門歷史城區最具特色、最有價值嘅地方。